热河晚年的时候，走去偷啉酒，来这啉酒啦。你讲这古早是铁路病进前是做高宾宾，阁酒家，伫迄个年代吼，高宾阁酒家是真出名吼。啊，热河因参杜聪明，拢捌来遮啉酒吼。啊，所以我要讲就讲热河，伊伫中华活动的地方，拢是留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卡链啦吼。像讲伊北去有关过，中华警察署。无咧老师，嘿，咱的台湾这个文学之父，又过来酒家啉酒，啊又过强关，对。你这敢讲有影？有啦，这真正，迄毋是讲咱，就是讲过去伊都咧抗日嘛，吼，去用关两届嘛。第一届是关伫台中的饮水店，啊，第二届就关伫中华这个警察署，比如伫遐关过，啊，搁伫遐写日记呢，写40-50天，所以第二届写日记了出院咧，无偌久就过身去。